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炖，倒炖的炖，炖炖回炖，炖炖等的炖，台语安尼写，炖炖炖。先来讲炖，刀子不利，刀啊无来，台语讲炖。刀啊若反炖无好切，刀啊用磨刀少磨磨咧，若无磨刀少，就甲灰仔碗盘变过来，甲刀磨规个呀，炖刀就会变内刀。啊，有一句俗语，炖刀使内手，是咧讲功夫深、技术好，就算工具家私无够，也是会当甲代志做甲真好势。炖嘛会当念炖甲炖，炖甲炖拢是笨拙缓慢的意思。像炖，头昏昏脑顿顿，头昏脑胀。啊炖，歹势，请多多包涵，我都较炖，较唔知影变巧。继续讲炖。华语的储存机具，台语讲炖，像炖物件、炖货。进前疫情严重，买无喙安，政府呼吁大家唔通炖货，甲资源留予需要的人。再来炖炖灯，华语的暂停脚步、暂时停顿，台语讲炖灯。阿嬷带阿孙仔去溪仔耍水，看天顶的乌云哪煞哪紧，叫孙仔唔通炖灯，紧起来。啊！你讲话若安尼顿地顿地，是毋是有啥物苦衷？今仔日的台语字炖炖炖，倒炖炖货炖地，实在真趣味。